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月16日，士师記1章1節到10節。約書亞死了後，以色列人請問上主，講：阮倒一個支派着大聲去攻打迦南人？上主講：猶大支派生氣，我已經將迄個地交佇因的手。猶大人對因的親族西面人講：請恁甲阮做伙去，阮抽到的土地，甲迦南人交戰。阮嘛會安尼甲恁去，恁抽到的地做伙交戰。西面人就甲因做伙去，猶大人就出戰。上主將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交佇因的手，因佇比色殺死1萬人。因佇比色拄着亞多尼比色，甲伊交戰，殺贏迦南人甲比利洗人。亞多尼比色逃走，因追入伊，甲伊掠着，斬斷伊的手，甲伊的骹的大頭母。亞多尼比色講：以前有70個王，骹手的大頭母攏予我斬起來，佇我的倒骹捡食物。若上帝照我所做的報應我。猶大人帶伊到耶路撒冷，伊就死佇遐。猶大人攻取耶路撒冷，用刀殺死城內的人，閣放火燒。後來，因閣落去攻打住佇山區、尼吉區甲山坡的迦南人。猶大人閣攻打遐個住佇希伯崙的迦南人，殺死士西、亞希曼、達馬。希伯崙以前叫做基列亞伯。對，咱夠同心，甲咱的兄弟姊妹來做伙征戰，殺贏對敵也無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